佢話係子成。今日離開箱，O小武家嘅假水史萊姆。呢個係冇毒冇甲醛㗎，冇硼砂㗎，只不過會比較硬啲咯。你望下，我相信還可以啦。裂開大法，見唔見到啊？佢裂開咗。你望下，係咪特別盲？係嘛？蓋泡都可以啦，只需要同埋有閃粉。佢嘅成分有瓜爾膠、甘油、去離子水。因為有啲太厚實啦，我比較鍾意玩厚實嘅假水，因為可以捏泡。我試下倒出嚟，由呢度慢慢。好似玩越多咁感覺嘅，同水一樣太似水啦。就咁啦，拜拜。